被人冤枉時，千萬別急住解釋，先問3句話，扭轉局勢。各位朋友，你有冇試過突然被人指住鼻子說你做了壞事，你針對我？第一反應是不是急住喊我沒有，你誤會了？結果越解釋越糟，自己氣得慌，事情還沒睡透。其實被指控時最傻的就是立刻解釋，等於主動掉進對方的圈套。今天我用大白話爬透背後邏輯，教你實用技巧，以後遇到這種事，3步就能掌握主動，輕鬆化解危機。1. 急住解釋的4個行，千萬別踩。第一個行，把定義權拱手讓人。有人說你偷了我的東西，你一急住辯解，瞬間就變成他是法官，你是被告，你得不停證明自己無辜，他處處挑刺，節奏全被他掌控，本來平等的關係直接淪為弱勢。第二個行，越解釋漏洞越多，你越我當時不在場，他馬上問那你去哪了？有誰證明？你補充我跟 XX 在一起，他又質疑 XX 跟你關係好，當然幫你說話。你越得越多，暴露的細節越多，他越能找住小問題糾纏，最後跑偏成無意義的爭吵。第3個行，自證清白根本不成立。法律和邏輯上有個原則，誰主張誰舉證，意思是誰越你做了壞事，就該誰拿出證據，不是你證明自己沒做。比如有人說你欠我錢，不用你證明沒欠，他得拿出欠條才行。你急住解釋，等於主動剛下自證的鍋，從一開始就輸了。第4個行，急住解釋會顯得心虛。被指控時人本能緊張，語氣變快，聲音提高，對方馬上會越你這麼激動，是不是被我說中了？哪怕你無辜，旁人看你慌張的樣子，也會忍不住懷疑。情緒失誤比話說錯更致命。總結下來，急住解釋就是把自己放在被告席，還主動遞攻擊材料給對方，萬萬不可取。2. 反其道而行，先問3句話，瞬間掌握主動。既然不能急住解釋，那該做啥？答案超簡單，把球丟回去，先問對方為什麼。比如別人說你故意針對我，別說我沒有，平穩問這3句就行。你為什麼會這麼覺得？是那件事讓你有這想法？你看到或聽到什麼才這麼說？就這3句，立刻扭轉局面，優勢全在你這。第一個好處，奪回溝通節奏。本來是他質疑你，你一問，變成你質疑他的依據，他得回答你的問題，說出具體事實，沒法再空口核指控。你從被動回應變成主動提問，節奏由你定。第二個好處，讓模糊指控現原形。很多人指控根本沒具體事實，就是情緒法。比如你不負責任，你做事不地道，一追問那件事什麼時候，他要麼説不出來，要麼細節漏洞百出，指控自然不攻自破。第3個好處，給自己冷靜時間。被指控時大腦容易衝動，提問的幾秒鐘剛好讓你從急住辯解切換到理性思考，避免激動失言，還能觀察對方反應，判斷他是不是故意找茬。第4個好處，快速分清真誤會和假指控。對方能說出具體時間、地點，那是真誤會，針對澄清就行。如果他只會要圈子、罵人，說不出重點，就是故意找茬。不用浪費時間解釋，直接劃清邊界。3. 背後的道理，大白話講透，這方法不是瞎湊巧，背後是溝通心理學和談判策略，用大白話解釋，保證你聽得懂。第一個道理，框架控制，溝通誰定規則誰優。對方指控你，是想讓你進自證清白的框架，你反問他，是把框架改成你拿出證據，規則一改，優勢立刻逆轉。第二個道理，舉證責任轉移，你問為什麼，本質就是告訴對方，你越我做壞事，拿出證據來，不然別瞎說。
這既公平，旁觀者也能看清真相，對方拿不出證據，大家自然知道是他冤枉人。第三個道理，主動溝通比被動強100倍，急住解釋是被動應付，永遠在回應對方。提問是主動引導，讓他按你的節奏說話，掌握話語權。多提問，少陳述，永遠主動。第四個道理，轉移認知負荷，簡單說就是讓對方費腦子。你醒心，你解釋時要拼命想細節，組織語言；你提問時變成他要回想細節，組織語言，他容易出錯，你則從容觀察，找他的漏洞。四、實戰教學，3套模板加4步流程，直接套用。光懂道理不夠，關鍵是會用。下面整理了3套口語化模板和4步流程，照住閱，照住做就行，不用動腦子。1、3套實用模板，直接說出口。1、冷靜澄清型，同事、朋友一般誤會，我想了解下，你為什麼會有這個說法啊？能說說具體哪件事嗎？等你說完，我再講當時的情況。2、溫和反擊型，對方帶情緒故意挑事，我尊重你的感受，但你越我怎樣？有什麼具體依據嗎？有實事或證據我們沒對，只是猜測的話，對我不太公平。你先把事情說清楚，我再回應。3、簡潔霸氣型，不想多糾纏，快速解決。你為什麼會這麼認為？講重點，那件事，什麼時候？你先把事實說清，我再決定要不要解釋。2、4步標準流程，萬無一失。1、第一步，先停，0-3秒，壓住本能反應，被指控的瞬間別開口，先深呼吸，壓住我沒有的衝動，心裏默念，舉證在他，我不先背喎，這3秒就能從情緒切換到理性。2、第二步，再問，用模板提問，把球丟回去，根據對方態度選一套模板，問核心問題，為什麼這麼說？具體那件事依據是什麼？語氣平穩堅定，越冷靜越有力量。3、第三步，判刑，看回應，對號入座，有具體事實，真誤會，簡單澄清當時是 XX 情況，我忘了跟你説，只有情緒，說不出具體事，不用解釋，直接說沒有具體依據，這樣說不太公平，我不接受。胡攪蠻纏，直接終止。既然你說不出依據，這件事就到這裏。4、第四步，後收，收尾不糾結，誤會解開。好啦，說清楚就好，以後有問題直接溝通。對方不接受還鬧，我已經說清楚了，你不接受我也沒辦法，就到這裏吧。嚴重指控，這件事很嚴重，你有證據就找領導。警察核對，沒有就停止指控，否則我會追究，同時保留證據。3、核心口訣，3秒記住，先停再問，看形再認，事實澄清，情緒不接，舉證在他，節奏在我。真實案例，阿傑是公司扣助理，負責保管部門備用金。某天早上，主管阿強一進辦公室就衝他發火，阿傑，昨天5000塊扣款不見了，只有你動過保險櫃，是不是你拿了？辦公室所有人都看過來，阿傑心頭一緊，本能想喊我沒有，但瞬間想起先停再問，他深吸一口氣，平穩地説：強哥，你先別急，我想了解下，你為什麼覺得錢不見了，還懷疑是我？阿強愣了下，説：昨天你最後一個離開。保險櫃只有你有鑰匙，今天點錢少了5000。阿傑又問：你點錢時核對過收支記錄嗎？昨天還有誰接觸過保險櫃附近？這一問，阿強才想起財務部阿美昨天來借過文件櫃鑰匙，自己早上只數了現金沒看記錄，翻開記錄才知道5000塊昨天已用於扣，收據被阿美誤夾了。真相大白後，阿強連忙道歉，對不起阿傑，是我太衝動了，
阿傑靠住先庭再問，不僅洗清嫌疑，還讓主管覺得他沉穩可靠。後來有重要工作也更願意交給他。這就是這套方法的威力，不用爭吵就能理性解決問題。總結：被人指控時，立刻解釋是把自己放在被告席，先問為什麼是把球丟回去，讓對方拿證據，你再決定要不要回應。這方法不是逃避問題，而是不讓你在對方的圈套裏浪費時間，高效弄清事實，化解誤會。不管是職場、朋友間，還是家人間的矛盾，都能用得上。以後再遇到被冤枉、指控的情況，別慌、別急、別辯解，先停3秒，再問3句，然後對症下藥。你會發現，化解矛盾原來這麼簡單。今次同大家講住咁多，喜歡我嘅影片，請俾個心心，拜拜。